喂，Hello，又係我陳兩儀。我諗呢個時代應該都好少有人唔用呢個雲端系統啦，即係 cloud service 㗎啦。而家拍片啊、影相啊，各方面都係嗰個畫質越嚟越高咧，咁跟住嗰個容量嘅需求越嚟越大啦。咁你可能512G、256G嘅電話咧，影兩嘢拍兩嘢就已經冇容量啊嘛。咁好多時啲人貪方便咧，就會買雲端系統。咁但係我自己咧係比較傳統，因為我唔係好中意雲端系統每個月要俾錢啊，咁長此落去咧就應該係蝕本嘅。咁再加埋有陣時咧，你剪片性啊，將啲嘢搬嚟搬去咧，我就想要傳輸速率快啲嘅一個方法。咁你雲端咧好取決於你嗰個網速㗎嘛。咁如果你網速有問題嘅話咧，你根本用唔到個雲端添。所以咧好多時拍片剪片啊都會用上 SSD 啦。咁而家啲 SSD 都好犀利啦，只需要用 USB Type C 或者 USB 3.2啊，咁佢嗰個傳輸速率咧就已經可以去到1000 Mbps 以上㗎啦。咁啊喺呢個剪片拍片啊，去 back up 啲嘢啊都非常之方便啊。咁啊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兩隻一個非常之小巧、方便儲藏嘅 SSD。佢兩個分別就係 Nettec 嘅 ZX20 Mark II 同埋 US9。等我嚟為大家評測一下啦。今次要介紹嘅兩隻 SSD 都係第二代，係 Nettec ZX20 Mark II 同埋 US9。嗱，兩隻嘅 SSD 咧都係非常之小巧㗎啦個體積，咁一隻會方便啲嘅，就自帶入 Type C 頭同埋 USB 頭，另一隻咧就要自己去駁線嘅。咁啊，同大家介紹咗呢一隻 SSD 先啦。嗱，咁呢隻嘅 SSD 咧就係 Nettec 嘅 US9啊。咁啊，今次揀選咗呢個512G，咁佢嘅速度咧係可以去到1000 Mbps 嘅 reading 速度㗎。咁佢寫入速度咧，官網嘅數字啊，就係講緊話950 Mbps 嘅。咁如果以一隻細隻嘅 USB SSD 嚟講咧，佢啊真係速度都幾高啊！咁好快地咧已經同大家開完箱啦，金屬嘅外觀啦，拎上去都幾重稱嘅，但係咧其實又唔會話過重啊。咁你見到面就係一個橢圓形啦，用金屬包裹住，兩邊咧都可以打開嘅，一邊咧就係 Type C 啦，另一邊咧就係呢個3.2嘅 USB 啦。咁啊，另外背面嗰度咧，你會見到有少少嘅 USB 外露咗嘅，成個 USB 嘅外觀咧都幾有科技感㗎，因為佢成件咧摸落去重稱，好有金屬感嘅。咁佢都真係非常之方便啦，提供晒兩個頭俾你。咁你如果有啲舊電腦冇 USB Type C 頭咧，都可以用翻大 USB 嗰邊嘅。咁亦都好方便喺電話用啦，因為有 Type C 頭啊嘛，咁你就可以用嚟隨插即用，攞嚟俾你傳輸檔案咯。例如我拍完片，將啲嘢過落去隻手指，又或者將隻手指啲嘢過落去部電話度咧，咁喺處理呢個 task 上面咧，呢隻手指咧就變咗非常之方便啦。咁其實時間關係咧，我已經試咗呢隻 USB 嘅啦，佢嗰個傳輸速率咧都真係幾快嘅。插咗手指之後咧，我將1G 內容嘅影片咧由 USB 轉過去 Apple 咧，只需要1秒鐘啫。咁即係話10幾 G 嘅片咧，只需要10幾秒就搞掂啦。咁將呢隻 US9 駁落電腦度呢，我哋睇到佢嘅溫度呢都相當之低嘅，只有26度嘅啫。然後我哋試一試個測速呢，讀取速度係去到1089 Mbps，而寫入速度去到1031 Mbps，仲快過官網嘅數字啊！咁當然由電腦轉檔案入去隻手指度呢，都係相當之快啦，1G 嘅嘢用1秒咪搞掂咯。嗱，呢個手指型嘅 SSD 咧，我哋就試咗啦。咁我哋用一隻比較上嚟咧更加之快嘅 SSD 啦。咁呢一個外觀咧，我自己會更加中意嘅。咁啊，同大家開箱睇一睇啦。咁打開裡面咧，佢嗰個 SSD 嘅本體咧就已經出咗嚟㗎啦，就會係一個細個手掌嘅一個金屬外殼嘅一個 SSD 啊。咁嗰個外觀咧，我自己都幾中意嘅，都幾有科技感嘅一個外觀。而且咧，佢比起你部電話咧，只係1/4左右嘅 size 啊！最勁係乜嘢呢？佢係擁有一個 MagSafe 嘅磁吸功能，無論你點樣揈咧都唔會甩嘅。咁你就可以 attach 喺部電話上面咧俾你使用啦。咁呢個紙盒嘅後面咧就會有一組嘅 Type C 線啦，方便你喺電話上面做傳輸啦。呢條 Type C 線咧有成20 Gbps 嘅，係一條非常高速嘅線嚟嘅。另外盒上面亦都配備一條 USB-A 線。咁再加埋咧有一個防塵袋啦，咁個防塵袋都非常之幼小，用嚟俾你保護翻你個 SSD 嘅。咁我哋可以隨時將佢入落去呢個
錦囊裡面索埋佢，哇，好輕鬆啊！袋落呢個隔離袋都搞得掂。咁我就咁睇兩隻 SSD 都幾吸引啊！特別係呢一個咧，佢呢個磁吸咧真係令到我有啲喜出望外嘅。咁啊，因為如果佢磁吸咗之後咧，我只要駁翻條 Type C， 再懟翻個 Type C 落去部電話度咧，而家就會做到一個一體式嘅感覺咯。咁就唔會好似嗰隻 USB 咁樣咧突咗隻手指出嚟。不過嗰隻就會更加方便，因為嗰一隻就咁懟落去就搞掂啦。呢一個咧要外配一條咁嘅線，咁都非常之貼心啦。Netatec 裡面就已經包咗條咁嘅線俾你，個長短度咧係啱啱好嘅。新鮮滾熱蠟將佢擺入去電腦度咧，呢隻 ZX20 Mark II 咧個溫度都相當低啊，得20度嘅啫。咁喺測速方面都非常之出色啦，讀取速度去到2113 Mbps， 寫入速度就係1878 Mbps 啊。喺轉檔方面咧，我揀咗一個4G 嘅影片咧，搬落去咧，我諗應該2-3秒左右就搞掂啦。呢個 ZX20 Mark II 咧，用磁吸嘅方式，再加埋佢嘅超高速 Type C 線咧，駁喺部電話度咧，形成咗一體感啊。而駁完之後咧，你就可以解鎖 iPhone 嘅 ProRes 功能啦。如果你係拍片嘅發燒友嘅話咧，絕對唔可以錯過呢個 function 啊。同樣地 US9 駁落去 iPhone 裡面咧，都可以開到 ProRes 㗎。認住呢兩個 model 啦，一隻係 ZX20 Mark II， 一隻係 US9。睇下你會中意邊一個多啲啦。我自己就兩個都中意嘅，要晒佢咯。咁喺度都簡短同大家做翻個簡介啦。US9 咧就提供咗256G、512G 同埋1TB 嘅。而家咧仲有優惠喎，如果你買 US9C 嘅 512G 或者 1TB 嘅話咧，都會送出50蚊超市現金券一張㗎。優惠期咧由12月1去到12月31號，大家去翻各大電腦零售店同埋網上購物平台睇睇啦。而 ZX20 Mark II 嘅容量咧就會有512MB、1TB 同埋2TB 提供翻嘅。我哋條評測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啊，大家如果係剪開片啊，或者你真係需要海量嘅嘢進行 backup 嘅話咧，我覺得 Netatec 呢一個系列嘅性價比咧係非常之好嘅。咁啊，都推薦大家去試一試嘅。臨走前記得 CLS 啊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